你是勇敢之人，哪有可能去救勇敢的名分嘞？我知影听起来敢若是足无可能的，也毋过我总袂用个目睭金金看咱也伫遐咧受苦啊。只要我若有办法，我一定要试看卖。哈！莫咧，无咧兄，你是安怎？来，先倒者。这先倒者来。哎，莫莲呐，你嘛唔通遮尔啊激动，对？啊，你若要去找恁阿娘吼，你嘛都要等你的身体吼调好吼。啊，若要去找，嘛唔再找得到吼。来，先倒者。哎，有位师傅啊，你莫搁来遐讲好唔？啊，你唔是要去找补药，啊，唔紧去哦。好啦。小青，你清醒啊！小青，把你用所有的状况都给你讲落来，你应该清醒，你应该清醒啊！小青，小青，我已无改变你，你老小青分辨各位，这是还勇。你袂死，我一定袂让你死。我会用尽所有办法，我要叫你救我。我要最后一步，我将我的3分1秒分一半给你。以后你死，我就死。你我才会活。阿娘，阿娘。阿娘，我是无人，我来救你。我做想你，你莫阁离开我。但我嘛做想你的，你放心，我永远都袂阁再离开你啦。阿娘，无莲兄，哎呀！那是你。哎呦！小青，你有要紧无？你讲煞济，害人遮就疼。这嘛就疼，人规身躯拢就疼。哪安尼咧？好莲兄，你安尼声声句句，拢讲要去救恁阿娘，其实真正需要你救的人是我呢。你好好的咧，若需要我救的，我是要安怎救你？我的人虽然踮遮下，但是我的心袂输敢若好万年的冰山底条着。无莲兄，咱以前遐感情的代志，还阁有你对我的山盟海誓，敢讲你拢完全放袂记啊？是吗？你莫阁讲啊！我即摆已经出家啊！出家人又阁是安怎？敢讲出家人就拢无心啊？假说你若是无心无情，为什么你要阁救恁阿娘呢？我不忍心看咱娘伫遐咧受苦。那安尼，你着忍心看我咧受苦？那我无顾着阮阿爹来反对，一心一意踮在你的身躯边。你既然忍心看我踮遮受苦，切切，我嘛毋是有意的啦。其实你嘛知影，我的心肝嘛无法度将你放袂记的。毋过我即摆已经出家食菜啊，这才是我以后应该爱努力行的路。努力行的路，
无莲兄，你努力之后嘞，有啥物路用？毋是共款爱死，不如你即阵就趁你少年的时阵，好好咱来享受人生嘛，好呢？你唔好呢，你给我放弃。哦，这间山洞实在是真细间，足客的吼。师傅，你是当时转来？哎，有缘师傅啊，你是安怎来遮尔老紧时间转来哈？啊，这哦，这无度无度，我会拄啊好即阵啊转来，这是缘啦。啊，我会拍破你的美梦，这嘛是缘啦。李小青，明个对师傅无礼。对啦，啊，我叫你摕物件转来遮，你是摕啥物件？哦，是啦，啊，都我去共化缘啦，啊，化缘一寡即落吼饭圆啦，啊，互你食。这，大这是要安怎食啦？哎哟，这偌好食咧哦！你安尼吼，若慢慢啊详细啊甲煲，你就会感觉吼，每一粒饭拢足甜足好食的。无啊，啊你叫是我是三岁囡仔是，遮尔好骗？这毋是甲你骗的，你若是会当想着讲，咱的做田人用偌济的这个辛苦，爱流偌济汗，才种一粒米出来啊！啊，你若会当想着讲，咱这个做田人的这个苦心，因的辛苦，自然咱这每一粒饭啊，都是足甜足好食。你安尼讲较落落的，你是讲啥物我拢听无啦。若要食吼，恁家己食啦，我敢是无爱食咧。李小青，无咧啦，伊若要走，互伊走，无要紧啊。对，我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柯碧通哦，去用台死。佮听迄讲啊，台死柯碧通的人就是小青咧。你哪有可能啦？小青拄则明明就还佫伫遮的啊！就是安尼嘛，所以讲咱哦，爱好好来调查一下。你剑化去分别心，两体合一成顺子，英雄不悔伤君随。我的主强主力嘛，做人理。毛莲兄，毛莲兄，我走啊，等下恁食。哎，人嘞？敢讲已经知影我毋是小青？无可能啊！一定是迄个有元素。哼！无咧。管你走到天边海角，我拢要找着你。你剑化去分别心，两体合一成顺子，英雄不悔伤君随。心灵交汇，两合一。嘿，师妹，你为什么管伊阿叔？我叫你的名，哪会当讲我管伊阿叔咧？这是我甲你管，无需要你去哪救我。你竟然为着这个老小青，就要放弃家己的三分一票？这是我家己的代志，免你管。我当然爱管。你若搁再一言不讲，我马上对伊魔界禀告师傅。到迄个时阵，你会和师傅关于魔界，永远袂当翻身。你莫逼我。我并无逼你，我只不过是做我应该做的代志。师妹，他说讲我愿意用条件甲你交换。什么条件？只要你我救小姐，我是要永远甲你斗阵。以后
无该传你对伊的计是。师兄，你真正变了。敢讲爱情的力量，真正有遐尔大是？我唔知啊，我敢知啊，我无得离开小青。师兄，你唔通搁再自媚不顾。你要知影，小青伊并无爱你，伊爱的是无莲的。素妹，你即嘛毋是已经发动出小青啊？安尼，伊就人有怪无理，所以破戒，毁掉伊罗汉金体。到时阵，伊就会对着阴间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甲小青，代志并无你想的遐尔简单。无莲甲有缘已经离开啊。离开？那呢？伊就是去风都鬼社，听讲伫遐当找阴间入口。好，我会去找伊。也毋过，我不准你用移魂接票方法救小青。你想创啥物？小青，小青，你为什么这么残忍？我安尼做是为你好。我已经奉死小青的死血，就算讲你用招魂术，嘛袂当救伊。点你！我知你为什么害死小青，因为你讨厌你家己，你是要永远做小青。我讲，我安尼做是为你好。我好，哼！既然你敢害死小青，我无可能帮你耍。我无想要搁再甲你争咯。你若是要见小青，你就去应该找。好好，好好。小青，小青，小青。无咧兄，人我是出去替你找物件，要互你食呢。你竟然甲我放在遐，无爱插我。这我知影啦，一定吼是有人甲你煽动，所以你毋才无爱插我，对无？小青啊，等你讲话嘛，唔通安尼转弯世界。我是咧讲吼，莫然伊安尼千里路途要去找迄个阴间的入口，啊，你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缀两个花箱，安尼敢毋是真唔好咧？你免讲甲遐尼好听啦，你心内想啥？你其实我也毋知哦。我看你啊，一定有问题啦。我看你才有问题咧。好啊啦，恁两个莫一直冤啦。师傅，我看小青伊嘛是一片的好意啊，咱就互伊对嘛。莫然啦，我也是咧担心讲吼。师傅，你毋是定讲一切拢随缘啊？你煞去互袂记哩？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既然你就讲安尼吼，随缘就好随缘啦，啊是讲当这唔知是善缘还是恶缘啦，哈。莫然啦，车敢若是予出张家庄啦，啊，无恁等遮歇困，我来去化缘吼，来化化。小等小等，你要化缘哦？那你先讲好哦，你若要化缘的物件，毋通摕迄有诶无哦，最好是摕一寡迄山珍海味。师傅啊，唔免麻烦啊，你看，这有一间大间厝啊，咱就在遮甲因化缘就好啊。对嘛对嘛，哇！像这么大间的厝吼，内底人一定足有钱的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若要发现啊，像这种较有钱的人，迄种人本钱毋知较慷慨。哎，小青啊，你免咧乌白讲的，咱出家人出来共化缘吼，人若摕啥物互咱食，咱就食啥货，这叫做缘分啦。啊好哩呀，你这只七星，你竟然
贵，哼！我若无对你迄路哦，你毋知我的厉害。小青，请，你唔好插心。对，无咧兄，你上当嘛看到是医生搞贵的啊！我若无甲解释者，伊里面知影天地几斤重的，对无？嘿，狗本来就是饲要来顾门的，是咱来教教啦，免让人怪狗甲咱喂咧。对啦，行，咱来到位化缘，吼。人出来咧！这位施主请了，有啥物代志哦？阮是路过厝地啦，想要来向施主化缘，求淡薄仔所在。阿弥陀佛。这施主既然有无方便，并且念家强求，你唔免为难。阮过去就是。无啦，你稍等一下啦。无啊，无你是安怎哈？我要甲你化缘，你搁遐尼唔情愿，我要来拜会化缘，你搁甲阮叫倒转来，你甲阮叫来叫去，你是啥物意思哈？姑娘，你误会啊啦。简单的素菜炒饭，哪有啥物困难？我是惊物件伤歹食，对茶会歹势啊。好，那这你免担心，你放心啊，阮这是出外人啦，吼，一切随缘就好。你若有啥饭就食啥，吼，这种是阮的缘分啦，哈。既然若三位无去啊，好，来宾请。好，行，感谢施主。好，啊，哪会安尼？外口看起来哪会敢若好行？内底哪会啥物拢无？师傅，真实嘞，歹所在，恁凊彩坐啊。这样的垃圾是要安怎做啊？甲恁物件迄放好。小青，主人敢有啥物帮忙啊？安尼就真难得啦，你千万唔通有分别之心才好。这个所在安尼看着怪怪安尼哦，迄较早一定有发生大代志哦。咱是来讲话的，莫同管遐多啦。安尼啊，哦。三位，我倒一定真晓啊吼，歹所在，无啥物通我甲恁交代，恁三位就较委屈的。无啊，你摕这是啥物？三梅甲春的番薯汤啊。啥物啊？你竟然摕三梅甲春的番薯汤要互阮食？小青，唔通无礼。这种物件，我敢是食袂落。真歹势啦，这嘛是我平常时所食的物件，毋是我超工要对三位不敬啊。请你唔通见怪，这番薯汤是施主诚心布施的一片的好意，民众非常的感激，你唔好自责。师傅，你若安尼讲，我心内就搁感觉歹势啊。免歹势，哎呦，有这个番薯汤就通食就足好啊！番薯汤嘛真好食，来。我真是唔相信你食的咯，要食恁食，我敢是我爱食，走。小青，你是要去倒位啦？我要来找好料的啦。好了，还是要倒吹啊？外口迄只吼，就真青草啊啦。小等咧，啥物外口？你是咧学白讲啥物咧？无咧兄，外口迄只，咱若是甲伊斗狗，咱大家食。你这只狗啊，你外口遐尼久啊，我睇来食吼是拄拄啊好啦。小等咧，小青，你袂用去杀伊的。伊只不过是一只狗，你还大惊小怪。万物皆有佛性，你袂用搁再杀生的，而且狗嘛有主人伫咧啊。是啊，姑娘，我好意布施，你若反倒转来要杀我的狗咧？你是有讲唔对啊是无啊？我是看你可怜呢。恁家厝遐尼大间，你竟然散只到去食番薯汤，人活踮在世间，哪着安尼虐待家己咧？搁再讲，食狗肉嘛是真补你身体啊。姑娘，这你都唔知影。迄只狗已经顾伫咧门口足久啊，无论透风落雨，伊拢毋捌离开过一骹步。遮尔忠心的狗，伊敢忍心食伊的肉咧？对，这只狗安尼顾踮咧门口，顾甲唔走。其实这间厝内面也无啥物贵重的物件，啊是有啥物遮尔重要的物件，会当互伊安尼顾在门口，顾较袂走。啦
的生活，上的伤害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今日远东西，学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真伤悲。虽然亲情香袂味，嘛着做一个你。